上主至大，应该大受懊恼。伊的伟大无法度测度。每一世代拢爱宣扬你的作为，因拢要传播你大权能的工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大家欢喜来敬拜上帝。这时，咱三个起立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61首。圣诗61首，圣父上帝踮天顶。
请坐。这时，咱要三甲额头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愿正受阮的囝儿女，即时要用感谢甲懊恼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疼痛甲万权能的上帝。世间有多少位神明会当甲你三甲比拼呢？看见你所创造的宇宙万面是哈尼亚的奥妙，不管是日月星辰，无用任何的机器来运作，单单就是照着你所的律例甲指示，就运行伫即个宇宙的中间。你互阮所徛起的即个地球，照着时间来运转，对则安尼，阮就有春夏秋冬四季。也有了日时甲暝时，你阁互美牛菜色照着四季变换无同来成长，来养受阮世间人。亲爱的爸爸上帝，有嘛少念你创造的奥妙，单单就是对阮的鼻仔来讲，短短无过是几公分尔，不但会当过滤遐个垃圾，当阮呼吸的时阵。竟然伫遐尔炎热大肃的沙漠中，伫个70-80度的空气，阮也袂受到烫伤。阮的气管悠然安全。就是阮去到南北极，伫零下40-50度的时阵，阮的气管嘛袂因为瞬间就来冻伤。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你的创造实在是何等的奇妙！阮世间人阁会当安怎来测度呢？阮要爱大大来学努你，看见你创造的奥妙，阮实在是知。就敢若诗篇第19篇讲，这个天要讲起上帝荣光，强腔要传扬你手所做的。上帝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更较爱深深来感谢你，因为阮不过是甲侪人共款，拢是罪人。亏欠了你的荣耀，不过却是你的恩典甲无限的慈悲疼痛。你差遣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担当阮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顶，成做阮的救赎。你不但无弃嫌阮，还阁拣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儿女。阮满心献上阮的感谢。这拢是阿爸爸上帝你完全的听，甲是你恩典的记号。亲爱阿爸爸上帝，只是阮嘛抱着敬畏甲仰后错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想到你捌提醒阮，有啥人会当上耶和华的圣山，就是遐个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妄虚假的人。阿爸爸上帝啊，求你的圣神来监察阮。提醒阮所做所行的，心有啥物歹的行为也无，心受啥物失错的所在，由你的圣神就来引带阮，互阮会当来改过换新。特别是阮伫无意中会去伤害到阮的兄弟姊妹，特别是你求你来清洁阮的心，清气阮的喙，控制阮的喙齿。互阮的嘴所发出的言语，单单就是祝福甲懊恼，毋是误解甲批评，来抵甲亏欠伤害到阮的兄弟姊妹，甚至影响到阮要所传的福音的事工，互人来跋倒，更加阮亏欠了上帝。求恁赦免阮伫有意无意的过犯，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改过换新。时时教示阮爱警醒阮家己，安怎来遵行你的旨意，决断不准互迄个罪恶来管辖阮，互阮袂离开阮亲爱阿爸爸远，互阮会当诚侪被上帝你所欢喜的人。阮的敬拜甲懊恼感谢，才会当诚侪芳芳的祭来到你的面前。亲爱阿爸爸上帝。既然阮知影，阮的一生的福气甲恩典，拢是对你遐来的，
阮就要大胆，搁再来向你来恳求，恳求你所赏赐阮的囝儿女，因为因嘛是属于你的，无论因是软心也是硬心，求你赏赐互因有听上帝、听人的心，有顺服上帝的心。无论因是毋是有教业的聪明甲智慧，求你着赏赐因，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拢是有即个智慧，会当来倚靠上帝，祈求上帝。亲爱的爸爸上帝，阮的囝儿女是你创造的宝贝礼物，阮要迫切来恳求你，将阮一代搁一代来交托互你，求你保守因的心思意念。互因的一生一世，拢会当下着上帝你的心意，成做你所欢喜的人。主耶稣，愿在阮的一生中，袂免会拄着苦难甲试炼的困境。当拄着忧愁痛苦的时阵，无法通透，好亲像主你已经离开阮远，放下阮同一款。对安尼，阮也失去了信心。甚至阮也埋怨上帝你，求主你赦免阮的软弱软弱，看顾阮，互阮经历你所赐下的平安，就伫逐项的困难甲挑战中，互阮会当经历到你，甲你相拄，互阮会当真正知影明白你的恩典实在是教阮来用，互阮会当赢过一切试炼甲挑战。亲爱的主耶稣。愿在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伫辛苦病痛中，嘛有亲人逝世的，也是事业工作拄到挑战、经济困难，因拄到试炼，陷落伫苦难的中间。阮要同心来恳求阮的主、阮的上帝，求你来医治因，抓看因、保护因。互因快快脱离这个病痛甲苦难，保守因，也祝福因，赶紧会当甲阮来三甲之地听主你的教示。亲爱的爸爸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相连教会有种种的事业机构，也交托阮有侪的事工爱去做。阮存深知要做这个代志。就是要单单要为着荣耀你的圣名，荣耀阮的上帝。求主祝福这个事业体，因毋但是会当经营顺利，并且也会当成做侪人的帮衬甲祝福。特别是这个事业体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得到人的灵魂，敢若亲像得到鱼共一样。成做福音讲传美好见证的所在。最近，我嘛要为着扩展更较多幼儿甲儿童的事工，伫隔壁109号的所在来开始进行做儿童甲的事工。求阿爸爸上帝祝福这个所在，互福音的种子深深来栽种伫儿童因的心神。互因甲老也袂得袂记的，也成做儿童甲因的父母一生的祝福。同时，愿求主你也纪念参加伫这个服侍的老师甲家长，祝福因全家大大细细拢得到平安顺遂。亲爱的爸爸上帝，感谢你带领蔡牧师的辛苦着磨，为着要建立兄弟姊妹信仰根基。真用心带领教会查经班，种种求主纪念牧师团带领甲关怀一寡事工甲小组的得时的着磨，也祝福这个事工会当互兄弟姊妹伫信仰的顶头得到帮助。今仔参加这个造就的兄弟，互因的心神得到帮助，信心来得到坚固，更加深刻来认捌主。更加虔诚来敬听主，更加紧紧来跟对主，互阮拢会当成做福音国度的精兵甲勇士，有份同心参与伫圣工甲服侍。阮知影，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即时阮嘛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坐声来祈祷。
这时，咱们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记载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20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20篇，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应。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就极大的懊恼。因为日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特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伫日邦中着讲。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啦。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咱搁再一摆起立来吟诗，学罗上帝第15首圣诗第15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
这时咱真欢喜，要邀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歌的名是“重新得到快乐”，重新得到快乐。好听个鼓励人的诗歌，望互咱大家会当得到重新得到快乐，也将一切荣光归于上帝。这是咱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雅各书第一章头一段是伫个第2节甲第7节，第二段是伫个12节甲16节，拢伫个同一章。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伫个新约现代中文译本是新约第354面。第一处的圣经，兄弟啊，恁遭有了各种的试炼，应该认为是通欢喜的事，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恁爱忍耐到底，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欠缺的地步。
如果恁的中间有欠缺智慧的，应该向上帝祈求，伊会赏赐智慧予恁，因为伊乐意丰丰富富赏赐予每一个人。毋过，恁爱借着信心来求，毋通淡薄犹豫。犹豫的人，好亲像海中的波浪，予风吹震动，起落无定。即路人三心两意，无定准，免想要希望对主遐来得到啥物。第二处的圣经第12节，遭受试炼，搁忍耐到底的人有福气，因为通过考验了后，伊要领受上帝所应允迄个生命的免流。人如果经历这个试炼，毋通讲上帝试探我，因为上帝无受邪恶的试探，也袂试探人。一个人受试探，是因为家己的欲望勾引过去，伊的欲望怀孕，生出了罪恶。罪一旦生成，就产生死亡。我亲爱的兄弟啊，你毋通搁欺人啦！以上圣经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遵守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日咱大家真欢喜，咱本堂的蔡正道牧师，伊要来分享木心系列第31讲，题目是试炼。咱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试炼，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听通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你的话是充满气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心怀意念，也会当加添阮大的气力甲信心。所以，这是恳求主你帮助阮，赏赐阮属天的智慧，开启阮心中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会当透过圣神的帮助，加添阮信心甲耐心，互阮伫生活中间去实践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帮助阮，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咱有一天收到一张别人寄互咱的批，顶面安尼写，讲某物人啊，你会遭受到真侪的灾难、困苦、试炼，但是你爱看做是通欢喜的事。你若收到这款的批，你会安怎想？咱今日所读的雅各书。因的受批的人，就是接到这个作者安尼写。咱看见着，伊一开始就安尼讲兄弟姊妹啊，恁遭受到各样的试炼，应该是认为是通庆贺的事。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安尼翻译讲，我兄弟啊，恁若落伫百般试炼中间，拢爱掠做大喜乐。咱一般来讲，咱若拄着试炼、艰苦、困难，咱会感觉真艰苦。心肝真无法度超越，有时阵会得到真大的挫折，会感觉灰心丧志。因为试炼往往是打击咱的性命，互咱拄着失败。为什么拄着百般试炼，咱犹原会当感觉是一件值得庆贺、会当掠做喜乐的代志？因为咱来理解，试炼有可能成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这种甲咱用什么款的眼光去看这件代志，有真大的关系。圣经中间伫罗马书第8章28节安尼写，讲咱拢知影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意思，咱看见着万事就是指所有的代志。有好事，嘛有歹事，当然中间嘛包含试炼。意思讲，咱拄着任何代志，
拢会当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无论好事歹事，无论试炼也是顺利，咱拢会当因为听上帝的缘故来得到利益。所以，咱今日要透过所读的经文来明白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伫百般试炼中间，咱要得到大喜乐。要进入主题之前，咱先来看，伫圣经中间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无啥相共，就是试炼甲试探。试炼甲试探这两个字吼，伫圣经中间是无共款的，是有分别的。但是因上介大的无共款的所在，是在伫试炼甲试探，伊所产生对人产生的效果，结果是无共款的。咱有时会讲，魔鬼咧试探咱，魔鬼试探咱，就是要诱惑咱，互咱犯罪，互咱离开上帝。但是同时，咱嘛讲，上帝咧试炼人，互人伫试炼中间得到利益，互人更加亲近上帝，信靠上帝。所以，当咱咧讲试炼甲试探的时阵，有时阵伊是只共一件代志，但是伊是即件代志的两个无共款的面。意思是讲，魔鬼会借着一寡代志来试探人，但是上帝要借着所发生的这代志来试炼人，来帮助人。伫咱的人生中间，咱会拄到真侪代志，这代志有真侪是困难在下，嘛有真侪是幸运顺利。这代志有时阵会因为咱错误的选择，诚做试探，互咱离开上帝。但是有的时阵嘛，因为咱正确的选择，诚做一种试炼，互咱得到利益。意思是讲，相款代志，比如讲咱拢拄到一个困难，但是因为咱拄到这个困难，咱就开始埋怨上帝，离开上帝。安尼这个困难，就是咱生命中间的咒诅。但是相反一件代志，咱拄到困难，因为拄到困难的缘故，咱更加轻掉上帝，掠掉上帝，倚靠上帝。安尼，这个困难变成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倒边来看，如果咱得到一个看起来那亲像祝福、幸运、顺利的代志，这件代志互咱得意忘形，互咱家己骄傲，互咱离开上帝。安尼，这件代志变做咱生命中间的咒诅。如果咱若拄到一个幸运顺利的代志，咱因为安尼感谢上帝，这件代志就诚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所以，无论咒诅还是祝福，是在伫咱家己所做的选择。这是今仔日咱来理解一件事。这件代志之所以诚做试炼，或者是变诚做试探，拢是在伫咱所做的选择。咱要进入这个试炼甲试探的这个主题的时阵，咱先要了解一件代志。咱常常讲，咱要抵挡撒旦的试探，咱就要知影伊运作的方式。咱知影撒旦运作的方式，咱就会当来对付伊所对咱的攻击。咱来理解，人被试探，往往是由三种方面的因素构成的。第一项就是试探的来源，就是撒旦，就是魔鬼。第二项就是伊的媒介，试探的媒介，就是这俗世间的代志，还是讲咱拄到的情况。第三项就是咱家己的欲望。只有这三项代志拢配合起来，这试探才会成功。无需用一个图，互大家了解哈。撒旦用这个俗世的代志来攻击咱，还是讲互咱拄到这个代志，引诱咱。人若用欲望来回应的时阵，欲望亲像一个狗啦，这个狗就甲这个撒旦的诱惑，撒旦那亲像咧钓鱼同款，伊用这个饵啦，饵就是这个鱼饵，就是这俗世间的物件咧钓咱。人若用欲望甲伊交做伙的时阵，咱就受伊试探，伊的试探就成功。所以咱就要理解，人用家己欲望，互家己被试探。
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一个人受试探，是被家己的欲望搞去的。所以咱来理解，如果一个人拄到这个试探的时阵，伊无放纵家己的私欲，保守伊家己的心，安尼外在的试探是袂当互咱陷伫罪恶的中间。所以因为安尼，咱就爱理解，要赢过试探的第一步，就是咱家己爱承认咱的软弱，而且求上帝会当帮助咱保守咱的心，保守咱的心。因为咱人拢有一个特质，就是咱常常会将家己的失败的责任归伫别人。讲这诱惑伤大，还是讲这魔鬼太厉害，这伊用的手段伤过残忍，所以我就被伊诱惑去。其实上界大的原因是安怎？家己的欲望嘛。如果咱要赢过试探，咱就要承认家己是软弱的，会受诱惑的。所以咱需要安怎？拄着这试探的时阵，咱需要倚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咱看见着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中间，对咱讲，毋通互咱入伫试。其实意思就是讲，咱爱明白咱家己是软弱的，所以求上帝毋通互咱遭受承受不起的考验嘛。这就是现代中文的翻译，就是讲咱毋通了做咱家己真牛，咱会当抵挡所有的诱惑，无可能的，咱太软弱的。所以咱特别拄着撒旦的试探的时阵，咱就爱逃走，走去倒位？走去主耶稣基督，是袂架骹去倚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一个人受到试探，是被家己的欲望所搞去的。伊的欲望怀胎，生出罪恶，罪恶一旦长成，就产生死亡。而且同咱讲其实试探毋是罪啦，但是试探若互人的私欲所接受，伫咱的心中就开始生炭，而且那就怀孕同款，最后就生出罪来。所以犯罪，一个人敢有犯罪，其实毋是讲伊敢有拄着试探，无拄着试探，是讲咱敢有控制咱家己的私欲，无甲即个试探结合。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主耶稣基督嘛拄着真侪试探嘛。伊当出来要传道的时阵，去旷野禁食40天了，魔鬼就来试探伊，而且用真侪无共款的手段在试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犯罪无嘛？因为伊无放纵家己的私欲，甲这试探交做伙。所以圣经人家是讲安那，讲咱毋通互魔鬼，毋通留空芳互魔鬼啦。这咱台语翻译了真好。华语是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咱台语是讲你毋通将迄个空芳留互魔鬼，互伊会当趁即个空芳来入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来保护好势，毋通互魔鬼有空芳。这魔鬼的试探无停留伫咱的心中，伊就无机会甲咱的私欲结合。所以面对试探的第一步，就是咱来承认咱家己的软弱，而且控制好咱家己的心，互咱心内欲望毋通作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咱会当有较积极的看法，就是除了保守咱的心以外，咱保守咱的心抵挡这试探以外，咱会当用种正确的眼光来看试探，互伊变做一种上帝予咱的试炼，上帝予咱的磨练。咱来理解，因为试炼是有目的的，伊为咱的生命带来正面的影响。咱看见着诗篇的作者安尼讲，伊讲我受苦是对我有利益，为着要互我学习上帝的律例。意思讲，伊伫受苦中间，较明白上帝的话的宝贵，因为上帝的话有力量，会当帮助咱超越过人生中间的苦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看受苦做一件歹代志。其实，伊有可能成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
咱来理解，即个运动员吼，伊若无接受训练，无接受磨练，甚至伊会比伊会当承受佫较加一点点啊，互伊会当逐工进步。所以适当的压力甲训练，会当帮助咱进步甲成长，包含咱熟练的操练，拢是安尼。咱古书的作者安尼讲，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恁爱忍耐到底，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伫即个中间吼，摕到试炼会当为咱带来几种祝福。牧师后面要透过圣经，甲大家分享4种祝福，咱一项一项来学习。第一项，试炼会当增加咱的信心啊。咱顶礼拜有讲到吼，一个人的信心吼，爱顺正对无？爱顺正，安怎啊将信心顺正，过来爱顺正甲真实吼。要将咱的信心变作顺正佮真实，真重要就是讲，透过试炼，透过困难，帮助咱会当互咱的信心更较顺正。伫遮吼所讲的试炼，也是讲考验吼，其实是甲当时阵吼一种行业有关系，就是这炼金啦吼，炼金的行业，这技术的中间的一个步调吼。当即个炼金的师傅吼，伊要将一寡迄个无顺的金属吼，而且矿物吼，来变做较纯正的时阵吼，伊会用一种方式，伊会摕一个大鼎，然后将咱要炼好纯化吼，要纯化的即个金还是银吼，放伫即个鼎内底，然后开始加热吼，加热即个金属都扬起对无吼，扬起了吼。因为原本即内底是无纯正，所以有真侪杂质。这杂质因为加热的缘故吼，伊就慢慢浮起来。到尾这金属变做那亲像液体安尼吼，这杂质就浮起来。慢慢你若搁较加热，伊就会烧去，互金属吼渐渐变做纯净无杂质。这个炼金的师傅吼，伊要安怎看这个？已经炼好啊，伊就是吼，通常爱压伊的面吼，即个鼎内底小可照一下吼，咱知影金属会当反射嘛吼，伊会看到即个鼎内底有一个家己的形象。头起杂质真侪时，伊迄面就安尼灰吼，无清气，所以伊就知影讲即个时阵搁爱继续来加热吼，搁来火搁来加旺的，然后。伊搁起来看，渐渐遐杂质烧掉了，迄个鼎内底就会当反映出即个师傅的形象。当伊完全显出即个师傅的形象的时阵，就表示即个金属已经炼好啊，已经是纯净无杂质的。所以伫试炼的过程中间，好亲像吼，天父上帝将咱的信心摕出来，来咱考验同款。经过试炼了，咱的信心就更较单纯，无任何杂质。这是试炼会增加咱的信心。第二项，当圣经头咱讲吼，恁的信心经过考验了，就会产生忍耐。就是讲，伫遮咧，咱来理解来讲，咱因为伫即个困难的中间吼，因为咱的信心，咱倚靠上帝吼。所以，伫这个困难的过程中间，咱就产生一种真重要的品格，叫做耐心啦。忍耐心，而且忍耐吼，毋是讲消极的忍受痛苦，是这忍耐是有愿望的。咱亲像咱行入一个崩坑同款，咱知影，咱只要一直行，坚持落去，行到落尾，一定咱看出对面来的光。所以。伊是一个有愿望的，伊知影伊继续行，继续忍耐，将来会当得到迄个愿望。所以，伫遮会忍耐是一种毅力，毋单单是忍受迫害，是一种有愿望的天候，是一种充满愿望的意志。这是因为安怎？这是因为上帝甲咱同在，
圣神充满咱所产生的特质。所以咱看见着加太书的第5章22到23节就讲吼，圣神所结的果子中间，忍耐是其中一种特性。所以伫试炼的中间，咱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对上帝的信靠，因为上帝甲咱伫咧，圣神充满咱，所以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忍耐特质。这种忍耐特质，互咱伫人生中间，检查咱拄着更较大的困难甲试炼，拢会当靠着主来得胜。然后，因为信心产生忍耐。咱继续忍耐的时阵，渐渐试炼会当成全咱的品格。圣经大人讲，恁忍耐到底吼，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美好的计划，伊伫咱的中间有定一个上界尾仔的目标，就是望讲。咱会当伫信仰顶面、属灵顶面渐渐长大成熟，一直到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啊，这个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就是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所以，如果你若去看以弗所书第4章13节，伊安尼讲：听候咱众人伫真道顶面同归伫一，认捌上帝的囝，是主耶稣基督，互咱长大成人。满有基督忠诚的信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拄则咱有讲到吼，这个试炼啊，亲像一个炼金的师傅，伊用迄个大的鼎咧炼金。我拄则讲过，要炼到什么时阵无杂质，就是迄个鼎内底迄个形象吼，印出来甲迄个师傅是一模一样，安尼这杂质拢除去。啊，所以咱来理解，一模一样的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一点，信耶稣绝对毋是决志了、受洗礼了啊，就结束啊！我天堂的门票我已经摕到啊。受洗礼加入教会只是一个开始，咱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咧奔走天路的过程，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那亲像一个旅途同款，咱得一直往顶面咧行，往顶面咧行，互咱一步一步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人生中间，无论拄着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咱要做决定的时阵，咱得先想看卖。如果若主耶稣基督拄着即款的代志，伊会安怎做判断？如果主耶稣基督拄着即款试炼的时阵，伊会安怎去超越？咱如果咱会安尼想的时阵，咱若照安尼去做的时阵，咱就一步一步，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所以试炼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咱的品格，互咱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基督。最后，咱看见到这段经文的后壁面，嘛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祝福。圣经安尼讲：遭受到试炼来忍耐到底的人有福气，因为通过考验了，伊会领受上帝应听伊的人所应允迄个生命的冠冕。意思就是讲，当咱拄着一寡试探，因为正确的决定，互试探变做试炼。通过试炼，有一天咱面对上帝的时阵，上帝对咱讲：好个真重的萝卜，你已经完成伫世间的工作，进来你要甲我做伙享受天国宴席的快乐。咱等下要吟一首圣诗，就是圣诗347首。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史帕夫，顶回牧师讲过伊的故事。伊的4个查某囝，拢伫一片的传染中间来死亡。但是因为伊坚定的信心，伊拄着这么大的困难挫折，
甲遮尔大的忧伤，遮尔大的灾难，伊犹原用伊的信心来面对上帝伫人生中间所安排这一切。后来，伊甲伊的太太，佮去甲耶路撒冷的所在，去遐做真好的事工。伊用伊的一生去见证这件代志。咱人生中间，检查会拄着大风影，有时感觉亲像咱无法度去超越，无法度去承受，但总是。如果咱来用正确的眼光去看遮的所有的试炼甲灾难，咱会当超越过去，而且会当因为安尼，互咱的信心更较顺转，互咱的耐心更较完全，互咱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这么好的生存的品格。最后，我相信咱也永远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咱迄个性命的免流。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阮的人生的过程中间，你为阮安排一切路站，阮拢欢喜接受。求主一步一步继续引带阮，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阮拢愿意顺探上帝的心意，透过你所赏赐阮的信心甲耐心，互阮的品格哪来哪成全。阮也相信，有一天阮甲你面对面的时，主，你要将迄个永远活命的免流赏赐互阮。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就要三甲起立来吟这首圣诗，圣诗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咱三甲起立来吟。
请坐。伫未奉献的大师兄，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头一摆来到阮教会组织的兄弟。伫外面爱望小组，恁若还未填写留名卡，请恁伫恁的座位进前有来宾的留名卡，请恁来摕起来填写，互阮来欢迎，请直接交予收奉献的职事就会使。奉献是基督徒的福气，也是义务，就照着咱逐人的甘心乐意来行。即时咱要来奉献。咱三甲起立来感谢主啊！你就是伟大的上帝，你是万富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阮的一切，无论是财情、健康、美满、甲和谐、平安、喜乐、甲金钱种种，拢是你的恩典甲赏赐。感谢你赏赐阮有够额的食清用。即时，阮要献上阮担保的经文，要成做你的圣工的路用。求你来欢喜感纳，感谢基督，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即时我要来报告，请咱兄弟会当掀开周报第4页开始。头一件是咱集体交通，是欢喜的代志。咱恭喜本会的会友陈立德兄弟，也是陈华正甲蔡阿敏长老夫妇的囝。
要甲蓝光红姊妹定伫5月25日，伫本周六就上午10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因两位拢有伫圣歌队来服侍，嘛是伫咱的中间，咱真欢喜。哦，你有伫圣歌队热心服侍吼，咱欢喜会友会对人来参加，来甲因斗阵庆祝。第二件代志是，咱恭喜本会友吴玉轩甲吴妮珍夫妇，因伫5月14有得到一位后生，愿上帝眷顾即个新生儿甲因的全家。第三补充的报告是具体的关怀，是毋甘的代志，就是咱本会王清柳执事伊的大家陈杨春基子，伫5月14日安歇，要定伫5月31日，就是下礼拜拜5的上午11点，伫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致美3厅要举行公祭，请咱兄弟你通关心代祷，愿上帝来安慰为主。另外有新圣寺的观摩研习会，要定伫5月26，就是后礼拜日下昼1点到3点半，要伫10楼礼拜堂举办新圣寺观摩研习会，特别有邀请陈秀文老师来主讲，并对教会逐个诗班吟新圣寺互相来观摩甲研习，欢喜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每一个诗班因有分配无同款的用餐地点，咱家己来注意。伫个第5面的所在，嘛有一寡消息，就是咱青少年事工，咱若有子弟有要考大学的，即个我相信对咱的子弟有真好的帮助，也是因还搁伫考高中的时阵，也是6月初9礼拜日要题目是迄个如何准备升大学伫6月初9的礼拜日10点半703的教室咱欢喜咱若有子弟有需要的，会得人来参加。那搁有一个就是咱的装备的课程，若有想要洗礼的人，请恁来准备心，因为咱伫6月30日开始，连续有6堂迄个洗礼前的助修班，请恁会得通注意即件代志来参加。其他搁有一寡团契消息，特别今仔日有家庭、野子、家男甲妇女4个团契联合聚会，要伫12点50有一陈雅玲博士要来演讲，题目是新闻幕后搁较精彩，欢喜咱团契也是其他会友有意爱，拢会当伫个下昼中昼的时阵12点50来参加。伫个第7面嘛有种种的侪代祷的事项，请咱三甲来关心。特别咱有一寡兄弟还搁伫病痛中，也是拄到这试难苦痛，请咱会当来祈祷中来甲因笑脸，来为着因来祈祷。那这时咱要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咱请牧师。大家平安。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有一对母女啦，这是郑丽美女士甲郑秀辉女士伫后壁面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着。咱请咱遮的贵宾，等下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来，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咱周间也是讲礼拜日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活动，咱会当选择适当的，适合的咱以外的活动来参与，透过这活动来丰富咱的信仰生活。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
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中间所有兄弟姊妹。如果阮中间有身体、心灵软弱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加添阮气力，也互阮会当伫这过程中间，哪来哪亲近上帝，仰望上帝来得到帮助。阮特别将阮的新朋友、李美姊妹甲陈秀慧姊妹，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赏赐因有健康的身体，也会当甲主哪来哪亲近，得到主所赏赐一切祝福。我也将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完全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上咏511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吟诗说要请蔡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